胰腺癌晚期会很疼吧？很疼，也会很快。刘青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这是把嗓子喊破了，哎，他自己知道吗？可不能让他知道，我跟他说有点胃出血。哎，你这胃出血怎么上我们甘乃迪来住院来了？啊？老爸，你怎么来上班了呀？我可不想像个废人一样，自己遭罪，还连累着家人跟着一起痛苦。他以 B 站 UP 主的身份，开始在网上发布老高的倒计时 Vlog。什么都不清楚，他凭什么说老高骗人？他们肯定理解不了啊。最好通知他的儿女，有时间的话都来看一下。他们丁克，小荣，你欠我一只糖果。好久不见啊，高卫东。如今，他要与青春共跳最后一支舞，我要成全他。老欢，我走了以后啊，你就偶尔想一下我就行了。朋友们，拜拜。